星期熱銷25套，嘉華到底有乜嘢魅力呢？咁嘉華作為江海區嘅樓王地塊嘅，當時起拍價咧已經去到8004蚊噶啦。咁現在嘅話，去到9000零蚊嘅價錢，又送埋裝修，有埋質量，並且還可以有埋家電嘅話，又真係好難捲死周邊樓盤嘅。再從位置上嚟講，嘉華位於府西嘅中心，竟然就喺家門口，出入夠晒安全，並且嘉華整個商業都係自持嘅，雖然唔算話好旺，但係周邊嚟講呢度係最方便嘅，附近就有2個中型超市，日常嘅生活需求都可以滿足。點解嘉華嘅質量會特別好呢？首先因為作為港資嘅企業，佢想偷工減料呢係絕對冇可能嘅。咁現在嘅話呢，全部都係現樓發售啦。其實你入到嚟小區呢，由小區嘅園林、樹木、娛樂設施嘅配套，包括埋泳池，佢嘅一磚一瓦同埋電梯廳呢，你都可以睇到真材實料嘅感覺嘅。所以質量嘅話，嘉華係真係毋庸置疑嘅。至於缺點咧，肯定會有嘅。首先，因為佢比較靠近學校同埋呢個輕軌站啦，所以噪音嚟講咧，佢多多少少肯定會有嘅。咁而第二個咧就係佢嘅實用率啦，呢個亦都係比較多人詬病佢嘅原因啊。因為佢係嚴格按照標準嚟起，所以會比其他識得偷面積嘅樓盤咧，佢嘅實用率確實係會比較少。咁而第三個就係呢一隻90方嘅3房1衛嘅產品啦。對於剛需嘅家庭嚟講，少咗一個衛生間咧，亦都會令到好多人都會作為一個取捨。咁當然啦，要睇下你哋屋企住嘅幾多人。如果係2口之家、3口之家嘅話，其實勉勉強強都係可以嘅。咁現在最熱銷嘅咧就係呢隻105方3房2衛嘅產品啦。加漢同埋嘉裕咧係會有所唔同嘅。加漢嘅話咧就係雙陽台嘅對流，咁而嘉裕嘅話咧呢一個位置咧就係一個飄窗嚟嘅。而2個小區咧，其實嘅定位都有所唔同。嘉漢咧主打嘅就係剛需型，整個小區都係3房；而嘉裕嘅話咧就係少量嘅3房加大量嘅4房，主打嘅就係輕車型。咁其實呢一隻3房2衛嘅產品咧，就可以極大咁樣滿足到需要3房2衛嘅客戶，亦都有雙廁所啦。咁其實2個產品咧，仲有一個唔同之處就係嘉漢嘅話咧，佢個主陽台係向南嘅，可以睇到光線係好好嘅。咁而嘉裕嘅話咧，呢一隻產品就係向北嘅。咁其實現在整個嘉華嘅3房咧都喺度清貨促銷緊啦。咁對比其他周邊嘅樓盤，譬如明泰城啊同埋華發嘅3房咧，佢嘅單價係最高，但係質量亦都係最穩嘅。佢亦都為咗彌補呢一個單價嘅話咧，現在亦都有呢一個送裝修同埋送埋家電包嘅優惠啦。咁大家會選擇係最平之選定係最優之選呢？歡迎評論區討論一下。